一年行嘅時候咧，我記得我自己坐喺裏邊，跟住叫出嚟行嘅。當時係冇400人嘅。今年同埋呢幾年咧，好高興啊！成個山頂都粉紅色，大家都見到啦。我哋應該都有2000人啊！係啊，多謝咁多位係嚇。咁公眾對呢個乳癌諮詢係多咗嘅，認知多咗嘅。咁但係有冇定期檢查咧？我哋嘅報告、我哋嘅研究咧就話唔夠嘅。咁所以咧，我知咧，我哋仍然咧個工作唔可以停落嚟啦，仍然要支持同埋加強呢個宣傳同埋呢個教育嘅。乳癌咧係香港女性裏邊最常見嘅癌症，近年嘅個案咧仍然咧係上升緊。但喺亞洲國家同埋地區裏邊咧，香港就有比較高嘅存活率。可以睇到嘅咧，基金會嘅努力同埋堅持，已經係觸動咗我哋社會各界。香港乳癌基金會與你前行20載，與健同行2025正式開始。